新人，我有2个政治理念的抱负。其中一个抱负就是说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军人子弟，爸爸以前是做军医院的副院长。哦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在他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国家干部的概念说要尽忠报国，到他晚年1个月才领，终身后1个月领大概领4万到5万之间，有没有？可是今年被了民进党政府的不公不义，有没有？说这些军工教领太多，砍下。我爸爸那时候，如果当时候出来当医生，他把他的部属都让去当医生，1个月都赚好几十万、几百万。今天我们爸爸像各位在座一样的军工教，为了国家奋斗了一辈子，到晚年还被他们说不公不义，还被砍军工教，这样子合理吗？不。所以我们今年要让民进党要搞，台湾才会好。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我爸爸以前有个军医的同学叫雷子仁，他大概民国60几年就去当医生了，去外面当医生。